度咧，我想你記住一句，好多嘅名方咧，唔係天才一閃嘅，而係地方知識加上場景嘅需求同反覆嘅驗證先至成就嘅。去到1913年左右，有一段講法係好戲劇化嘅。曲煥章行醫途中咧，救治咗一個重傷者，後嚟先知道咧，對方係黔南匪首吳學顯。會診嘅人咧，主張要同佢截肢。煥章咧主張要用草藥嘅方法，嗰就保住咗佢隻腳。之後吳學顯咧就邀請曲煥章咧就去到昆明喺南強街開設咗雙方嘅診所，同時幫佢咧同軍政上層咧建立起關係。呢件事啊係令到曲煥章咧名聲大噪，保單咧亦都因此咧更多人識得啦。到咗抗戰年代，尤其係1937年之後咧，講法話曲煥章將萬應八保單咧同說明一齊派咗俾出省作戰嘅雲南部隊。